各位兄弟平安，吼，咱咧礼拜进前吼，咱来串练2条诗歌，这2条诗歌拢是伫咧古信息拢有吼，已经是大家拢真清楚的迄个部分吼，请那个放映的同工，麻烦那个打出来，我现在要领诗。第一条就是但愿感谢上帝。这条伫历代志历代志上29章13节讲，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阿罗你荣光的名。这条诗歌实在有真特别的迄个所在，就是讲，咱来看这个作词的人 Martin Rinka 林卡，伊是一个牧师。咱知影过去伫咧欧洲的所在有一个所谓的30年战争，30年的迄个战争，迄个日耳曼民族就是德国，伊本身变做啥物法国啦、西班牙啦也是瑞典，也是奥地利因的战场拢伫遐咧烧台，所以造成德国人真侪人的迄个过身差不多死超过8000个。这个林卡这个牧师伊做真水的工，就是讲，伫迄个民生涂炭的迄个时代中间，伫迄个所在，伊会当做啥物？伊就为遮的所有的迄个日耳曼民族伫遐来祈祷。有死亡的，伊就家己也埋葬；8000个死亡，伊差不多埋葬5000个。内底包含伊家己的太太，所以伫迄个所在，夭折的、逃难的，伊就来拢来共济。伫遐足艰苦的人，伊就伫遐来祈祷。所以伫迄个所在这牧师伫遐做真水的工，伊一直坚持到上暗尾，有一站的时阵，迄个瑞典来占领这个德国的迄个领土，就交代因讲一定爱交出来差不多25000瑞典币的迄款的迄个钱来，互因迄个军事来用总是这个林卡牧师，伊就讲，我哪有遐尼济钱？已经安尼几十年来的迄个战争，因无钱，所以就阵去遐甲迄个将领去遐甲拜托，将领无爱听就是无爱听，所以这牧师就领所有的会众讲，人无爱听咱的恳求。咱来向咱的上帝来恳求，所以所有人拢伫遐迄个所在伫遐来感谢上帝，恳求上帝来救因。所以迄个瑞典的将领伫迄个军营内底听到因伫遐大声伫遐咧祈祷的时阵，心受感动，就来甲讲，好啦，无恁交本来25000，即交1500就好了。所以伫迄个所在伫30年的战争中间，民生涂炭、死亡足济的时阵，林内牧师林卡牧师，伊嘛是有缘做足济的诗歌，就包括咱今仔日这条迄个诗歌来，咱足熟的诗歌，咱做伙来唱。第1节就是讲到讲上帝的本质，不管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咱就是伫遐来吟诗。咱拢来欢喜，来对伊来吟。第2节的时阵，就伫遐就讲到讲，咱上帝是遮尔大的上帝，总是伫咱的生活中间，有缘咱会拄着艰难，拄着迫害，总是伫这个所在，咱嘛求上帝赏赐咱平安。到第3节的时阵，到第3节就是三一颂所谓三一颂，就是伫遐就是。上仔尾，我就是感谢圣父、圣子、圣神上帝。所以咱做伙来唱第1节。等一下，没关系。这个不太好，帮我回到第1页可以吗？来做伙，来。谢上帝赐下今世的心
上帝，我多感谢一切，一切归乎俾上帝，也归心有信息，地家官长的万民，我的。太细，你去现在就来，仰望我的敬拜。这条时光吼，差不多在英国吼，也是讲即马也是讲原来德国、英国、法国吼，即马是大家吼若有重要的代志，拢会唱，拢会吟这条时歌。这包含吼，这变做 F 调吼，原来可能毋是 F 调，因为查无讲到底原来的初稿是出对象。啊，毋过孟德尔颂吼，这大音乐家，伊就用即个甲小甲改做 F 调，啊变做今仔日的即个调。吼，啊巴哈吼，伊嘛用即个旋律，做很多荣耀颂里面的大合唱曲吼。伫宗教改革日的时阵吼，拢咧唱即个诗歌，所以即个诗歌。吼，对基督徒来讲真重要的一条。吼，过来113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吼，这个所在就是讲，哦，咱的性命啊，过生活，咱会拄着真侪代志，总是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因为伊是创造天地的。吼，啊，伫这条这个诗歌吼，伊嘛是根据迄落加尔文吼。加尔文伊所伊的迄个，伊写真侪迄个基督教的教义吼，根据伊的迄个教义来写的一个词吼。啊，这个作曲的人吼，John Hopkins 本来伫美国有一间这款的迄个行业，医学也很有名，音乐也很有名吼。啊，这是即马是一个人，伊16岁时吼，就做了皇家礼拜堂吼，伫遐来做。迄个信歌队的迄个队员，啊，也足够弹琴，吼，啊，阵啊伫个迄个 Jane Cut 迄个教堂底下咧应征迄个司琴手的时阵，吼，啊，迄个大家都感觉讲，哦，伊个琴艺足好诶，吼，啊，总是一看，啊，这哪才16岁啊，毛小子，吼，所以就是讲，安尼，遮尔少年吼，安尼无想要甲伊录取，结果吼，伫个吼。迄个西敏寺，英国西敏寺吼教堂吼，迄个司琴手讲，你若无爱甲伊录取吼，我马上叫伊来西敏寺吼，来遮司琴吼。所以这是一个安尼真水音乐家内底惺惺相惜的这个故事吼。所以咱来看这条诗歌吼，我来调给你吼，救赎我的主。一般来讲，这条诗歌拢放伫咧头前。也像着讲，礼拜咱来调见咱的主的时阵吼，咱伫遐来献牧救主，总是这条牧师用作回应诗，回应诗啦吼，回应诗就是伫遮来讲，就是讲今日讲着迄个迎来的迄个伫圣殿四圣所内底的礼拜，一直到迎我的生活吼，伫这个所在，所以咱共款。爱调见主吼，咱有咱家己心内甲主上帝真好的关系，总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着爱认定这是咱的倚靠吼。咱来唱第1站。来，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这条诗歌伊较特别的迄个吼，拄仔咱讲一个真音乐造诣真好的人所写的一条诗歌，伊就是用迄个音乐的迄个安排吼，
第一段甲第二段拢有迄落20个音符吼，伫即个所在对伊伫一唱个，伫即个所在来表现来讲，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就要用咱的全心，压咱的头来仰望咱的主，吼。啊，过来后壁吼，后壁的迄个另外吼，迄个另外2节，啊，搁对上悬，一直到上仔尾，由你来逃亡，吼，所以伊用即个音乐来讲，咱先抬头仰望咱的主，总是咱来谦卑，拍败为路，吼，用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吼，所以这是伫音乐，吼，啊，甲伊的歌词中间的迄个所安排，吼，所以咱来唱第5节。练习到遮，准备心来做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所竞选，互伊轻quyền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6首，圣诗26首，请起立。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得来岛人来受苦，顶死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是公同的教会，信徒相通，罪赦免，肉体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19篇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19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切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收。徛起伫你的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数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
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踮伫上帝的厝顾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你予阮恩惠甲阳光，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同心来祈祷，信哉信哉信哉！万军的上主，阮要大声呼罗你的名。伫主日的早起，阮要用敬虔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是阮的帮赞，阮所倚靠的主。感谢你，你有差遣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为阮的罪定十字架，流宝血，互阮得到救赎甲恩典。愿阳光归伫白囝信神独一的上帝到永远。主爱的上帝，你是恩惠有怜悯的，你对阮的疼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诚侪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袂偏离你的道。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发出光，阮就得到智慧。愿主常常引带阮该行的路，该做的事，互阮的生命得到阳光。至神怜悯的爸，阮要谦卑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阮也时常会犯过失，搁得罪你，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主啊，求你用信心充满阮，更新阮，除去阮心中一切无清气、无属于你的，互阮诚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欢喜的，合你圣工所用的。全能的上帝，你留予人悔改的机会，你无愿意一人沉沦，你愿人万人得救。伫你的内面有赦罪的救恩，求你永远保守阮，互阮过着得胜的生活，会得到平安喜乐，互阮会常常听主，各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你。永活的上帝，一切真理甲平安拢是对你来的。台湾甲世界陆续展开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求主保守疫苗的效能，互疫情会用得到控制，互阮恢复原来的生活。感谢主，天父上帝，你是教会的头，求你亲自带领保守阮的牧师、传道、长职同工，甲教会的会友，使阮有合一的心，彼此扶持，彼此相疼。来传扬福音，愿主甲阮同在。主啊，今仔日是受难周的开始，互阮愿意顺服学习你所行的路，互阮明白你的心意，行伫你的旨意中。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音讲。
摩西阿兄阿伦甲伊个后代才会当做祭司，嘛只有祭司因会当进入会幕内面，将伊遮个长旗拆落来，放伫约柜，放伫放饼桌啊，放伫遮个灯台，甲遮物件包起来，然后交互其中的一个叫做高学派的人，互伊来搬。嘛只有祭司因会当伫会幕内面每工排班来服侍。所以咱看见这个规定非常的严格，毋是咱现代人所有人会当想象的，因为咱现代是安怎？咱所有人无论你什么人，咱拢会当进入圣殿来敬拜上帝。所以咱看见这个经文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好想象、真大的挑战。咱就知影讲阿伦伊是第一个大祭司，所以其他伊遮个后代伊的囝儿孙就伫边仔帮助伊进行逐样的献祭。这个大祭司的任务就是伊每工早暗2摆爱进入圣所来点灯来烧香，然后一礼拜1摆进入圣所来换这个放伫桌仔顶面的饼，然后是1年1届进入至圣所为着百姓来献上罪祭。当伊去做遮个代志的时，伊拢爱备办好家己，清洗家己，并且亲自规矩因所规定的遮祭司的服装，按照上帝所定的遮规矩来办事。这个阿伦这就是这个画家因根据圣经经文所画出来安尼祭司服。伫祭司服的下面遐，咱看到黄的所在，是讲有天铃啊，会点点点的声。为什么伫因的下面，这个衫下面爱天这个铃啊咧？因为祭司因若无用合宜的态度规矩来服侍上帝，有可能伫圣所、伫至圣所内面，互上帝杀死。所以伫外面的人若经过一段时间无听到这个铃仔的声，有可能这个祭司就死啊。所以有一个无法度查考的讲法是讲，这人会伫祭司的腰也是骹来绑一条绳啊。所以若伫外面听话的人，因听无这个铃仔的声，就扭这个绳啊看卖，若这祭司无反应，就知影祭司可能是因为无谨慎，互上帝拍死啊。然后就用这条绳啊，将这个祭司来扭出来安葬。但是这个讲法是无法度来查考，无法度完全来确定的。毋过当咱看遮个规矩、看遮个制度的时，咱会感觉讲，哎呀，哪会遐尔啊细节，遐尔啊麻烦咧？咱敢有可能做会到遮？咱无可能。但是对遮个咱看出来，就是因的谨慎、因的慎重、因对上帝迄种尊主最大的态度。所以你看遮个经文的时，咱大心会当来思考咱家己对上帝的态度。现代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但是我伫敬拜的时，敢真正是诚心实意，也是一直伫遐拄久来看手机仔咧？我伫生活各方面，敢是用对上帝的态度来生活，伫对待别人的？虽然咱活伫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上帝袂伫咱无专心敬拜的时，互咱死。但是当咱人到心无到，这嘛好亲像是甲主的恩典永远的隔开。因为咱是照习惯来遮敬拜，咱是照习惯坐伫遮，但是咱较无法度去找着上帝做咱的意义，也是咱坐伫遮的目的。安尼的人生甲死有啥物无共咧？所以你读遮个经文的时，咱爱充满感谢，因为上帝的恩典若无临到，咱即时还咧守遮个规矩，咱即时也无法度甲上帝亲近。但是上帝知影咱的限制，知影伊安怎行神者，安怎差派先知讲话，嘛无法度互人来回转回应伊。所以伊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伊拆离这个隔开圣所甲至圣所的长离，互咱会当甲伊直接面对面。伫路加福音23章44节到46节，有描写耶稣断开的情形。一中昼全地黑暗，到3点钟的时，日会光无去，电台会场对天离开。耶稣大声叫讲：“爸啊，我的神交代你的手。”这话讲煞，开就断。
耶稣伫十字架顶死，伊献上家己诚做永远的罪，用伊的性命来代替、来替赎咱的罪。所以咱无搁需要大祭司一年一届去将牛羊杀死，然后用即个死的动物来代替咱死。所以即个奖励对顶悬到下面拢离开，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直接来到上帝面前。这就是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19、20节所讲的。所以兄弟啊，咱伫耶稣的血既然得着好胆入圣所，对伊所甲咱开新搁活的路，按奖励经过，即个奖励就是伊的身体。而且甲咱讲，耶稣替咱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新就表示甲以前无共款，因为咱看出埃及伫旷野即个会幕，到新约的圣殿互毁坏，差不多有1500年的时间。但是入去至圣所献祭大祭司袂超过100个，因入去的时间嘛无超过1500日。但是2000多年以来，全世界几啊十亿、几啊百亿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咱无时间的限制，只要你愿意，随时拢会当来到上帝面前，甲伊面对面。这就是新，甲以前无共款的路。活代表就是咱毋免搁惊罪来永远的死。咱因为犯罪，咱爱得着永远的死。但是，咱看伊耶稣伊献上家己，伊十字架顶一摆献上家己来做祭，毋是亲像以前的大祭司一年一届献祭，因为即个祭是有效期的。第2年你搁爱献新的祭，但是耶稣一届的献祭，就为着咱的罪来献上伊家己做祭物，伊替咱的罪做永远的赎罪祭，咱的罪就永远互耶稣的血来洗清。所以，伫遮咱袂当找着耶稣伊家己所讲的话来印证出埃及的即段经文。伫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60有讲，耶稣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分杯。即条路就是咱会当直直通到上帝迄条路，毋免搁经过祭司的献祭迄条路，毋免搁经过祭司替咱祈求赦罪的迄条路，咱会当直直到伫上帝面前。活命代表啥？咱因为信耶稣，咱在世时，因为咱明白即个真理，所以咱会当有丰富的性命。咱知影咱性命意义在伫倒位，并且咱离开世间的时，咱的心嘛有确信讲，咱是要去到倒位。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这就是耶稣伊用伊家己的祭，伊家己的身躯来做祭，替咱来破除迄条隔开至圣所甲至圣所的奖励，互咱会当直接到上帝面前。所以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信耶稣敢无好？真正是好甲无通比。真侪基督徒找着上帝做因的目的，所以因无论伫职场，也是伫因的家庭生活内面，虽然毋是真好业，毋是真出名，但是因活甲非常有意义，并且诚做正人的祝福。也真侪基督徒伫面对亲人的死讯，虽然是带着毋甘，但是确实有盼望的，因为知影以后会搁相见。会当有遮的态度，拢是救恩带互咱的礼物，毋是白白咱家己有的。伊咱家己知影，面对亲人的死讯，咱内面迄种绝望、迄种悲伤，是人的话无法度安慰的。面对咱未来要去到倒位，咱是心存非常多疑问。但是为虾米咱坐伫遮，咱会当确信遮个问题？这就是救恩带互咱的礼物。但是伫外面，还有真侪毋捌即个恩典的人，因毋知影安怎去面对即个充满变化的人生，因嘛毋知影安怎去面对即个目睭看袂见未来的迄个世界。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真感谢上帝，因为真侪观念已经亲像是 DNA 刻伫咱的内面，所以咱会当活到非常的自在，咱无惊吓。遮物件对咱来讲，就是亲像喘气共款，呼吸非常的自
即个约柜内面藏的是上帝所刻10条界的石板。约柜的挂是金仔所做的，顶面有2个金仔所做的基路兵，面对面起势。基路兵就是上帝的天使，因伫遐维护上帝的圣殿。亲像咱回想伫创世纪，当亚当夏娃因无赶出即个埃甸园了后，上帝就派基路兵看守即个埃甸园，互人无法度来就近上帝的阳光。所以基路兵伫遐是咧维护上帝的阳光。约柜的即个挂是啥？就是施恩的座位，施恩座。
有当分别讲，什么是老爸无欢喜的，什么是会当留的。所以，咱爱受造就，咱爱受训练，互咱信主的心智会当马来马大汉。咱就袂阁亲像即个2、3岁囡仔共款，随便求、学袂求，求无搁伫遐埋怨上帝。但是基督徒咱毋是追求伫至圣所内面，伫神的宝座的头前伫遐来生活尔。咱袂当逐工伫遐祈祷、读圣经、聚会就够了，因为咱领受恩典，咱就爱行出即个会幕外，甲别人来做伙来生活。伫生活内面，透过咱会好见证，只要上帝允准，就会当将这还袂认捌救恩的朋友来带到上帝的面前，互因伫圣神感动下面来认罪悔改，然后因就会当进入至圣所，享受因家己甲上帝面对面的迄个甜蜜。所以你想我为什么我袂当逐工就秘伫至圣所，我享受恩典，享受上帝甲我的关系就好啊吗？为什么袂当呢？因为耶稣已经将伊大祭司的职分交代互咱。伫彼得前书2章第59甲第90有讲，恁就问伊也亲像外借，徛做神灵的厝，做神的祭司班来献神灵的祭，对耶稣基督会互上帝欢喜才着地。独独恁是拣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光明的好德。是遮互咱看见，咱每一个跟对耶稣的人，是王也是祭司，就是君尊的祭司。互咱是王，因为上帝互咱有王的权柄，会当伫即个魔鬼掌权的世界行出上帝的快乐，并且上帝嘛有互咱祭司的职分，互咱会当为着别人祈祷，互咱会当带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咱知影宗教改革有一个物件叫做万民祭司，这毋若是一个口号尔，伊是圣经的教导，就是咱正做祭司的每一个人，咱爱带人捌罪、认罪，然后将伊带到上帝面前，互伊会当恢复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种真艰难的挑战，一种真艰难的呼召。咱正做祭司，毋是提升咱的身份尔，是一种呼召。因为咱基督徒的生活甲信仰毋是分开的。咱进入教会，咱伫教会认识讲，主啊，我愿意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亲像你。但是当咱转去咱的职场，转去咱生活现场，咱开始歹代志做透透，这就毋是一个圣洁的祭司。咱搁去转来想讲，伫旧约的祭司是安怎伫遐来并办因的服侍嘞？因大心清气家己，用敬畏上帝的心伫遐服侍。但是咱嘞，咱活入现代祭司，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敬拜上帝？咱是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咱生活每一个代志嘞？另外，祭司的职分是爱带人甲上帝和好，恢复迄个关系的。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19节有讲，各万项事拢是出于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和好，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和好的职分交互咱，就是上帝点伫基督，互世间甲伊和好，搁将伊的罪权归伫因，也将和好的道理交托互咱。上帝将即个和好的道理交托互咱，但是咱要甲上帝和好，咱内心本身咱就爱甲人和好。咱若是一个歹性格、真爱拗念、真无好斗阵的人，咱哪有可能对咱的性命留出一种说服力，去劝人甲上帝来和好嘞？人看你就是讲，你家己你拢无做一个好的反省，你是要安怎有一个好的见证来劝人甲上帝和好嘞？所以对这会当知影，无论是伫会幕服侍、圣殿服侍的祭司，也是生活伫现代，咱这个祭司拢是无简单的，因为咱本身有太侪软弱，并且咱嘛拄着真侪试
咱所仰望的已经有承认，打着结果即个承认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心，搁着大家三管五来激起仁爱甲行好，毋通放煞恁的自亏，亲像有人惯是安尼，就是着三劝勉，伊来看伊迄日君就较着安尼。上帝的家是甚物？上帝的家就是教会，而且伊要来说足
奉献请坐。奉献请廖敏树执事、詹怡仪执事、杨义香长老、陈明基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看周报106页。第3点，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对即马起进入受难周，请大家尽量避免宴乐甲耍乐的活动。每天早起祈祷也是袂伤以下的经文，来思想耶稣受难的意义。第4点，请兄弟到1楼摕4月甲6月的圣工事方表，甲先安公读经。第5点，4月初4礼拜日上山车头前的活动设有义卖的单位，为社团法人，希望共好发展协会所需要的经费来义卖，请兄弟请兄弟捐献家中新的礼物，也是今仔日有意思的，请伫交予杨义香长老，也是干事。第6点，司马县教会为建堂义卖，有意思的伫1楼公布栏登记。第7点，3月31日拜3祈祷会暂停，请兄弟参加北市区受难周圣餐礼拜。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职订正。主间聚会甲后周圣工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高粱姐妹，欢迎。好，咱有准备礼物吗？好，
搁来有一寡诶事工诶说明吼，就是咱即礼拜开始，咱今日开始就进入受难周，所以咱诶周报顶面有每一工咱会当默想诶经文，除了咱家己诶灵修诶进度，咱嘛会当配合遮经文，再搁一届来思想耶稣为着咱受难诶意义。咱搁来诶拜五暗时吼，咱要伫即个南港教会有北市区有分区诶安尼诶圣餐诶受难礼拜。吼，那7点半开始，嘛欢迎咱的兄弟做伙来参加。然后搁来下礼拜，咱有圣餐，下晡的时，吼，咱要伫上山车头遐举行一个搁偌济活动，吼，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所以，毋茫讲咱兄弟姊妹，咱迄天下礼拜联合礼拜，吼，会较早结束，咱会当去附近食一个饭，用一个餐，然后咱会当做伙来。到迄个上山车头1楼迄个圆顶广场遐来做伙来支持咱教会活动。吼，除了有遮个单位吼，有折气球、画图，吼，也是介绍即个希望共好协会，也是浪人食堂遮个单位以外，咱嘛有一个舞台，舞台顶面吼，咱嘛有敬拜儿乐团的演出，吼，也是遮个囡仔的演出，吼，所以毋茫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支持。好，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互咱为着即个大院的蔡主祭，吼，蔡主祭就是顶礼拜洗礼伫高雄洗礼即个姊妹吼，伊即礼拜有进行一个肠胃绕道的手术，互咱恳求主，互伊紧紧来恢复。互咱嘛为着伫处理疗养的民主祭、随明兄、吼邓妈妈、公基祭、陈其雄长老、春文兄、阿淑姐、素梅姐、以礼。慧玲姐、方梅姐、志金姐、庆和兄、谢đình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阿秀姐、国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嘉豪姐来祈祷。咱嘛为着幼春姐来祈祷，伊伫明仔载要去做迄个甲状腺的手术吼，所以咱恳求主帮咱，互伊一切拢会当真顺利。咱嘛为着即个咱世界即个疫情吼，也是真侪国家伫战争、伫遮个政变。吼，也是咱的台湾在欠水，互咱恳求主会怜悯。吼，咱嘛为着咱的教会伫即个受难周搁偌济的遮活动，吼，恳求主透过遮活动，陪伴咱的心，嘛互佫还未明捌耶稣的人会当明捌耶稣的救恩，互咱开喙为着遮个集体，为着遮个事工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为着阮实际是基体顶，互阮会当来得到即个赦罪恩典。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敬拜。因阮知也有真侪毋捌你的人，因要找无因性命的目的，因活伫黑暗的中间。主，恳求你帮咱呼召阮，成做圣洁的祭司，会当踏出阮的教会了后，成做你好的见证。恳求你帮咱，互阮所接触的每一个亲人朋友。透过阮本身，会当看出阮因为你来所做遮好所行。主，阮也要为着阮教会的集体来祈祷。我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处理疗养的，也是伫病医的。主，恳求主你来医治看顾，也扶持伊，互因会当有平安，互因也会当知影上帝你伫看顾。主，阮也要为着幼春节来祈祷，伊伫明仔载要做甲状腺的开刀。恳求你帮咱，互伊一切拢会当真顺遂。伫上帝你的安排下面，互伊会病，互伊会当紧紧来得到医治。阮也为着伫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的家庭来祈祷，帮助遮兄弟姊妹的家庭，互因有信心，做伙来行这段真艰苦的路。也为着阮的教会，伫过来的即礼拜，阮有真侪活动事工，也恳求你来保守，帮助阮。当阮伫上山车头即个真大的活动，恳求主，互阮有好的陪伴，帮助阮每一个同工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关心、来支持。阮嘛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见即个世界已经失去上帝你所创造的迄款的美好，总是你呼召阮爱为着即个世界祈祷，你呼召阮爱来，互即个世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主，就恳求你使用阮，帮助阮，互阮伫祈祷关心的内面来关心遮个
伫战争中间的国家，伫疫情内面受到真严重的这国家，也是伫阮的台湾，阮看见也有人因为疫情，因的工作受到影响。阮因为中南部欠水，真侪的同胞因也活伫真无方便的中间。主，阮恳求你的怜悯，也赏赐你的雨水，赏赐你的智慧，伫遮的科学家、医学家的身上帮助因。主，阮将阮全人类拢交伫主你的手里，互阮会当做伙伫遮来谦卑认罪，互阮做伙伫遮来找求你。主，阮将阮兄弟姊妹未来一周，阮每一天的生活交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因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